今日我想同你傾下一個好多老友記收埋喺心入面想講又唔敢講嘅秘密，就係你屋企嗰個同你對咗幾十年，而家日日同你喺屋企眼望眼嘅另一半。你試下回憶下，以前大家要返工要面對仔，每日見面嘅時間可能就係嗰幾粒鐘，食餐飯傾兩句就要瞓覺。嗰陣時大家仲有一種相敬如賓嘅客氣，甚至仲有啲小別勝新婚嘅甜蜜。但係自從退休之後，大家24小時困喺同一個屋檐下，你發覺空氣好似變薄咗，甚至連對方呼吸嘅聲你都覺得好煩。佢食嘢動嗱嘟聲，你覺得佢冇教養。佢講埋嗰啲講咗1萬次嘅舊事，你覺得佢老人額外。佢連行路嗰陣對拖鞋擦嘅聲㗎，你都覺得好似喺度磨緊你嘅神經。點解明明係最親嘅人，老咗之後反而會變成最難相處嘅冤家？其實老夫老妻越睇越唔順眼，係一種好自然嘅生理反應，因為大家都失去咗嗰份生命入面最重要嘅嘢，就係空間感。今日我想同你講一個好大膽，甚至喺傳統長輩眼中覺得好離經叛道嘅建議，就係分房瞓。好多人一聽到分房瞓，第一反應就係覺得係咪感情破裂，係咪想離婚？其實恰恰相反，分房瞓先至係晚年婚姻真正嘅保命符，係對大家最後嘅溫柔。你要明白，人老咗之後，生理機能會出現好多你控制唔到嘅變化。佢瞓覺會打鼻鼾，好似行雷咁大聲，你半夜要起身幾次去廁所，每次起身都會驚醒對方。佢中意開冷氣，開到好似雪房咁，你卻偏偏怕凍，要蓋口鼻。如果你哋夾硬要擠底喺嗰張幾碌法嘅床上面，結果就係大家都瞓得唔好，第二日起身成身骨痛，心情燥到底到不得了。當一個人瞓得唔好嘅時候，佢嘅包容力係零。你見到佢擺個杯唔到位，你都想開大片。佢問多你一句，你都想叫佢收聲㗎。呢種因為睡眠不足而產生嘅怨氣，係會慢翻磨損晒你哋幾十年積落嚟嘅感情。分房瞓，俾大家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可以安靜休息嘅空間。當你瞓得飽、精神好嘅時候，你第二日見到佢，反而會覺得佢順眼啲。甚至仲有心情同佢開個玩笑。做人最忌就係糖黐豆咁從住對方後生嗰陣，咁樣叫浪漫，老咗仲係咁樣就叫攞命。你要學會拒絕嗰種連體 N 式嘅生活。好多老友記一退休就覺得自己係對方嘅附屬品，佢去買餸，你要跟住，你去公園行山，佢又要陪住。其實大家一齊咗咁多年，對方有乜嘢底細，你仲唔知咩？日日對住嗰張面，真係會對到嘔。蔡松潤成日講，兩公婆最緊要係各有各玩。你有你嘅姊妹，逃去跳廣場舞或者研究廚藝，佢有佢嘅老友記去捉棋或者玩雙機。當你哋分開一段時間，去做一啲令自己開心、令自己增值見聞嘅嘢，你個人會變得有活力好多。返到屋企食飯嗰陣，你哋先至有新鮮嘅話題可以傾，而唔係相對無言，或者係為咗晚餐食乜嘢呢啲雞毛蒜皮嘅事而鬧交。保持一點神秘感，保持一點距離感，你會發現對方身上其實總有一啲你以前冇留意到嘅可愛之處。你要明白，另一半唔係你嘅私人財產，亦都唔係你嘅老保人。好多男人一退休就變廢物，連個杯喺邊都唔知，衫唔識洗，飯唔識煮，成日坐喺梳化度等老婆服侍。呢種依賴係最油膩、最令人厭煩嘅。如果你想老婆仲愛你、仲欣賞你，你首先要學會自理，去學下煮幾道拿手好菜，或者將屋企打理得乾乾淨淨。當你展現出一種獨立嘅生活能力嘅，同埋一種知整嘅生活態度，你整個人會散發出一種型格嘅。女人都係一樣。
唔好整日將眼光瞪喺老公身上，唔好整日計住佢今日去咗邊見咗邊個。當你活得招積，活得精彩，甚至活得比佢仲忙嘅時候，佢反而會產生一種危機感，會主動上嚟討好你。晚年婚姻嘅博弈，其實就係睇邊個活得更通透。老夫老妻相處，最緊要係學會半開半閉一隻眼。你對咗佢幾十年，佢有乜嘢衰習慣，你一早知啦。佢中意誤導，你咪戴翻對耳機聽下粵曲或者爵士樂咯。佢中意亂擺嘢，你咪當係一種屋企嘅裝飾咯。唔好試圖去改變一個已經70-80歲嘅人，呢種係世界上最愚蠢嘅行為。你要改嘅唔係佢，係你自己嘅心態。你要用一種玩謝人生嘅幽默感去對待對方嘅怪癖。當你能夠將佢嘅缺點當成笑話嚟睇，你就會發現世界闊咗好多。蔡宗以前寫過，佢同太太相處嘅秘訣就係互不干涉。大家都有自己嘅世界，呢種尊重係建立喺對人性嘅深刻理解上面。每個人都有權利以自己最舒服嘅方式老去，你憑乜嘢要去糾正人哋？其實好多人怕分房瞓，係怕仔女點睇，怕親戚朋友點諗。呢種就係典型嘅被傳統束實嘅思想。人生係你嘅，瞓覺係你嘅，舒唔舒服只有你自己知。仔女返嚟睇你，見到你哋兩公婆精神奕奕，各自有各自嘅房，執得整整齊齊，佢哋反而會覺得你哋好有層次，好識生活。你要做嘅係引領一種新嘅晚年生活方式，而唔係做一個守舊嘅老樓。你要話俾人聽，愛一個人唔一定要同佢鼻鼾對鼻鼾咁瞓埋一齊，而係要喺佢需要安靜嘅時候俾佢安靜，喺佢需要空間嘅時候俾佢空間。呢種層次嘅愛先至係真正嘅大智慧。兩公婆退休後最怕就係冇咗幽默感，成日為咗啲農碎事喺度計較。佢今日買嗰斤菜貴咗2蚊，你都要講上半日。你今日倒垃圾倒得唔乾淨，佢又要怨你幾句。呢啲就係生活入面嘅柔膚感。你要學會大方啲，學會發達啲。錢財係流動嘅，情趣先至係永恆嘅。與其喺度為咗2蚊鬧交，不如一齊去食餐好嘅，或者一齊去睇場戲。如果真係傾唔埋，就各有各食，各有各玩，唔好強求大家嘅興趣要完全一致。佢中意食大排檔，你中意食西餐，咪今日陪佢食，聽日佢陪你食咯，或者乾脆分開食，聽日再分享心得。呢種靈活性先至係保證晚年婚姻唔會變質嘅防腐劑。你要記得，晚年嘅老伴係你人生最後嘅戰友，唔係你嘅敵人。大家一齊行咗咁多年，經歷過風風雨雨，呢份恩情係無可替代嘅。但係恩情唔代表要互相折磨。你要用一種最輕鬆、最唔流嘅方式、最唔流遺氹去走埋最後呢段路。如果你哋日日喺屋企開大片，搞到氣氛好似戰場咁樣嘅長壽，有乜嘢意義？你要學會放過對方，其實就係放過你自己。當你唔再對佢有過高嘅期望，當你唔再試圖掌控佢嘅一舉一動，你會發現對方其實都幾得意。有啲男人老咗之後，好中意講當年勇，或者整日喺屋企擺出一副家長嘅威嚴。呢種人最容易被老婆嫌棄，你要學會收散。學會做一個溫潤如玉嘅長者，多啲讚美對方，哪怕只係讚佢今日煮嘅麵好食，或者讚佢今日件衫幾好睇。好聽嘅說話唔使錢，但係可以令屋企嘅氣氛變得好溫馨。女人亦都係一樣，唔好整日抱怨老伴冇用，唔好攞佢同人哋嗰啲飛黃騰達嘅老友記比。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做法，能夠平平安安行到老，已經係最大嘅福氣。做一個招職嘅長輩你要有一種可以隨時隨地自娛自樂嘅能力。當你老伴唔想理你嘅時候，你唔好覺得受咗委屈，你反而要慶幸正終於有時間做我中意做嘅嘢啦。你去聽下音樂，睇下書，甚至去公園觀察下啲後生仔拍拖。當你嘅心態係年輕嘅，係對世界充滿好奇嘅時候，你散發出嚟嘅魅力係會吸引住對方嘅。你要令對方覺得，如果佢唔珍惜你，係佢嘅損失㗎。呢種心理上嘅獨立，先至係婚姻入面最強大嘅磁場㗎。蔡宗以前講過，佢同太太之間好少有乜嘢驚天動地嘅浪漫，更多嘅係一種默契。呢種默契係建立喺大家對彼此個性嘅完全接納上面。佢知你中意飲酒，佢就幫你準備定酒杯。但佢唔會勸你少飲，亦都唔會陪你飲到爛醉㗎。你知佢中意安靜，你就喺佢睇書嘅時候行開，唔好喺旁邊吱吱喳喳。呢種互不干擾又互相關照嘅關係，先至係最高級嘅美學。如果你哋而家正處於嗰相見好同住難嘅困局，不妨試下由分房瞓開始，先解決睡眠問題，再解決空間問題。唔好怕麻煩，亦都唔好怕人講。你可以將分房瞓包裝成一種新嘅生活時尚，或者係一種健康養生嘅策略。當你哋各自擁有一片小天地嘅時候，你會發現原本嗰啲劍拔弩張嘅矛盾，好似突然間消失咗，因為你哋唔再係喺同一個狹窄嘅空間入面互相摩擦，而係喺兩個獨立嘅軌道上面並行不悖。你要明白，婚姻到咗最後，其實就係兩個人互相作伴。呢個伴唔一定要係物理上嘅緊密接觸，而係一種心理上嘅安全感。我知道你喺嗰間房，我知道你平安，我知道如果你有事呼喊一聲，我會聽到，呢份篤定已經足夠。唔好再去苛求嗰啲虛無縻兜嘅激情，亦都唔好再去糾結嗰啲細枝末節嘅缺點。人老咗最緊要係活得舒坦。如果你為咗維持一個名義上嘅和睦，而每日活得好壓抑、好委屈，咁你呢一世人真係做得太辛苦啦。你要有一份豁達，話俾自己聽。我哋一齊咗咁多年，乜嘢苦都食過，甜都嚟過，乜嘢甜都嚟過。而家最緊要係大家都要開心。如喺嗰間房瞓得好啲，如果你喺嗰個角落玩得開心啲，我絕對支持你呢種放手，先至係對生命最深刻嘅尊重。你要做一個有趣嘅老友記，唔好做一個充滿怨氣嘅老廢物。當你能夠帶住笑容去對待老伴嘅時候，你個世界會充滿陽光。人生一世真係好似蔡松講咁，係嚟玩嘅。兩公婆嘅緣分亦都係玩嘅一部分。既然係玩，就唔好玩得咁沉重，唔好玩得咁尖銳，要學會用一種溫柔嘅方式去告別過去嗰種互相硬撐嘅模式。步入晚年，我哋要嘅唔係一場漫長嘅博弈，而係一場優雅嘅共舞。大家保持住適當嘅距離，手牽手，但唔好抓得太緊，咁樣先至可以跳得長久，跳得好睇。所以老友，由今日開始試下同你屋企嗰位商量下，唔好用鬧交嘅方式，而係用一種商量生活品質嘅方式去執翻好間客房，或者將間房隔開少少，俾大家一個可以深呼吸嘅地方，俾大家一個可以安安靜靜做夢嘅地方。你會發覺，原來退休後嘅婚姻可以唔係墳墓，而係另一個更加自由、更加通透嘅樂園。你要學會做你自己，同時亦都俾對方做翻佢自己，唔好試圖做對方嘅救世主，亦都唔好做對方嘅審判官。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快樂負責。當你活得招積，當你活得通透，你會發現你身邊嘅一切，包括
嗰個曾經令你覺得煩到牛嘅老伴都會變得可愛起身。呢個就係玩謝人生嘅最高境界，睇穿咗一切嘅真相，但依然選擇用最熱情、最從容嘅態度去擁抱生活。願你同你嘅另一半可以喺未來嘅日子入面做一對真正招積、真正自由嘅老友記，各有各玩，各有各精彩。偶然交匯嘅時候，放出嗰陣溫柔而又清爽嘅光芒。唔使問阿貴，最型嘅晚年婚姻就係我哋依然相愛，但係我哋更加愛自己嘅自由。加油去活出你最唔留遺憾、最招積嘅下半場。記住，我一個人最高級嘅表現就係俾佢空間，俾佢做回自己，同時亦都俾自己一個自由呼吸嘅晚年。如果你可以做到呢一點，你嘅人生就真係功德圓滿啦。最後我想同你講，唔好等聽日，今晚就試下早啲瞓，甚至試下一個人靜靜咁享受下夜晚嘅時光。你會發覺原來安靜係咁好聽嘅。當你學識咗同自己相處，你先至真正學識咗點樣同老伴相處，活得清爽，老得體面。呢個先至係對你哋幾十年感情最好嘅交代。願你哋可以像兩棵獨立嘅大樹之友，雖然喺空中交匯，但根部依然各自深深懵喺屬於自己嘅泥土入面，咁樣先至可以共同抵擋晚年嘅風雨。唔好去做嗰啲終死對方嘅藤蔓啦，放手先至係對生命最大嘅成全去啦。老友，去創造屬於你哋兩公婆嘅新時代。